提提你，呢個故事係要由第一條影片開始睇㗎，未睇嘅話記得 click 呢度去睇咗先啦。望住個空嘅駕駛室，個腦一片空白，我呆咗咁，只係見到由車頭望出去，前面見唔到盡頭嘅隧道，列車依然以高速行駛緊。如果一直咁落去，架車係咪遲早會撞㗎咁？呢一刻，我內心嘅恐懼一發不可收拾，好似癲咗咁，走返出車廂，衝埋去啲乘客度，同佢哋講架車有幾唔尋常。但係我有我情緒激動，佢哋普遍反應冷淡。我大聲問：你哋唔驚嘅咩？再咁落去，架車可能會撞㗎喎。唔會撞㗎。突然間啊！其中一個女仔開口同我講啊，雖然唔知點解佢咁冷靜，但係起碼可以令我停低聽一聽佢講咩。唔係架車唔停，係根本冇站。吓？呢架車行咗咁耐，你沿途有見佢經過任何站咩？我諗一諗，係喎，好似真係冇喎。上得呢架車嘅人，全部都係渾渾噩噩，唔知自己想點，唔知自己想去邊嘅人。唔信你自己睇下。我行埋去附近一個中學生前面，聽到佢喺度自言自語。點解無論我點做都唔夠佢好？我嘅努力點解永遠都冇人睇到？然後佢重複又重複呢幾句說話。我擰轉身，見到對面有一個衣着光鮮、成個大公司高層咁款嘅中年女人。我行埋去，同樣聽到佢喺度自言自語。一個二個都冇鬼用㗎，指意你哋就死得啦！冇我喺度睇住，都唔知你哋點算。其實我咪又係一樣，日日返工放工，講呢樣講嗰樣，仲要俾人鬧。有時我都唔知為乜。呢一刻，我估我亦都冇機會可以落到車㗎喇，因為我敢肯定，我比呢度呢啲乘客更迷茫，掙扎都冇用。最後，我隨便揾個位坐低，好似其他乘客咁，好好思考一下自己嘅人生。工放工，講呢樣講嗰樣，仲要俾人鬧。有時我都唔知為乜。故事嚟到呢度呢，就結束啦，真係鄧主角有啲可惜。不過話唔定喺另一個平行宇宙嘅佢，有一個截然不同嘅結果呢。